镜头转来看国内边境贷款条例，伫咧去年7月开始实施，有加定出司法人买卖厝就需要许可的制度，希望会当压制炒房。不过，所有企业是以员工宿舍的名义来咧买卖好价厝。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，最近已经有修正相关的办法来阻挡司法人软空芳。 为了阻挡法人买厝假做好价人炒房甲囤房的情形，去年边境贷款条例修正，建立司法人购买主体许可制。不过，民间团体甲立委黄国昌审阅资料的时阵发现讲，现在上路到达要1年，有不少公司以员工宿舍的名义来买卖奢华主体限购的情形。有人会买平均每一平买100万的房子，每一平100万的房子拿来当出租住宅吗？有人会买平均每一平买100万的房子来当 员工宿舍吗？民间团体表示，在申请当作宿舍案件内底，员工人数10个人以下的法人比例是41.3%，甚至有17个法人是一人公司，而且有27.3%买宿舍的总价超过4000万。摕来虽人经营的案件内底，遮侪公司的本业甲税厝予人是完全无关系，而且租厝报酬率明显不合理，这个审查的机制有哪无，根本是拍假球。 现在我们这个抓出来的这些资料呢，有些根本您从表面上或者他申请的资料上面就可以知道，他根本不是当宿舍，也不是要做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租赁的业务哦，所以我们认为应该还是要有一些补救的措施啊。过去是22000多户，现在大概只剩下200多户。那我们也发现这个200多户里面有少部分，大概有30几户，他可能是这个私人的公司。 但是他去购买豪宅。那我在了解这个状况之后呢，4月26号之后，我们就立即召开会议。林佑昌强调讲，已经在4月29针对司法人买收供主体使用的厝许可办法第4条、第14条甲第16条规定进行修正公告，公告期为4月30至5月14，希望阻挡这个情形。不过民间团体呼吁，内政部应该搁纳入买厝地点、合理的介绍。 投资报酬率、房型等等有路的规范，也该追踪审查通过案件，建立事后调查机制。只要无符合使用计划，司法人都要处分，才会当达成协助的目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